近日呢，长春市的王先生将3岁的儿子送进了幼儿园，可入托才3天，孩子就说啥也不愿意去了，并且是哭个不停。孩子在幼儿园里究竟遭遇了什么呢？为了弄清楚真相，王先生买来一个小小的偷拍机，挂在了孩子的胸前。回来看完偷拍到的内容，王先生和妻子发怒了。3岁的小瑶瑶一提上幼儿园就是这种反应。为了搞清楚孩子为什么不愿意上幼儿园，瑶瑶的爸爸想到一个办法。9月9号11点半左右，爸爸在瑶瑶胸前挂好了微型摄像机，将她送到幼儿园。画面中可以看到，爸爸离开后，幼儿园老师将瑶瑶带到了休息室。休息室的孩子们正在睡觉，瑶瑶一直哭个不停。随后，一名老师带着瑶瑶，让她上床睡觉。看完这段录像，瑶瑶的父母非常激动。看了这个帖条就说：“我说这种素质的人也配当幼师，是不是？”10号，瑶瑶的父母带着录像找到幼儿园。起初，幼儿园老师还不承认曾大声呵斥过瑶瑶，但看过录像后，幼儿园不得不道歉，并返还了瑶瑶的托儿费。现在一些幼教机构人员的素质确实让家长放不下心，不过让孩子挂着偷拍机去上学也并不值得效仿。教育活动成为了不能说的秘密，这是令人悲哀的事情。在这儿呢，我们也提醒教育主管部门，对各类幼教机构严格管理的同时，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，让幼儿园内的教育活动更加的透明，而不再是依靠偷拍机才能知晓秘密。